鄉親啊，繼續來看中營海運爆發到內線交易，檢調昨早起雷搜索，約談到中營海運的董事張國華甲張國正兄弟啊等一家口6個人，嘛來約談到中營的老臣郭立慶等人。用內線交易有什麼說法嗎？以後再說吧。前那些時總行出北檢，中營海運發生內線的交易，董事張國華以1億2000萬交保。這兩大卡行李箱啊，內底就是1億2000萬的交保金。張國華律師敢若用半點鐘就傳好啊！這個做大兄的表情真自在，啊那因小弟張國正場面就無共啊。不要推了，幹嘛？不要推我！不要推了，你幹嘛啦？找保鏢來護駕，張國正戴帽啊，掛喙罨，頭咧咧，保鏢一直殺現場的記者，捌爆發衝突，問過了後，以1000萬交保。兩兄弟啊，一家伙6個人，加上中營海運的高層等9個人被約談，檢調昨早起兵分道路展開行動，攏是因為股東律師林文平提出告訴。張國華、柯立青違反證券交易法內線交易的犯罪行為，來台北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。林文平指控張國華兄弟涉嫌在2023年公司發布離島的重要的消息進行內線交易，檢調對站中營集團在2023年海空分支在禁止交易期間，兩兄弟分別將母囝當作龍頭，大量買賣中營海運的股票。郭立慶等人就是以巴拿馬中營國際公司名義共款大量交易，9個人攏牽涉內線交易列為被告。張國華2年不法的得利超過150億。頭日咧行出北檢，攏無講話。張國正的母囝甲郭立慶偵訊後無報請回。中營集團為家族修正財產的風波後，即馬又閣發生內線的交易，集團的形象恐驚會當傷。